他其他一部长名字又叫啥子？他是那个华人。现在好了，现在我觉得我这边我就属于现在偏喜，偏正常。我不知道，我一上一下上黄色的，黄了一下就说了，然后从今年下来往他们这边都没得啥进去了。他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，那个是啥？这个有版权的，在绿色的草原上，这个是有版权的。我还搞得清楚哪个叫啥子，哪个啥子。我一直在旁边讲话的话，应该是他那个音乐的话不进去。在他的美国。国外在美国。哎，从那边出来。转圈儿，现在没有。对，两个抓起来，在场地上。对。刚才在商场旁边，你就要靠点人骑驴噻。正常的呀，稳重的呀，对呀，正常的噻。肯定新人款的。哦。1200这儿。下个月。以后那边肯定这儿都跑这儿买水，旁边商场里面都要买。那就卖。啊，有罗马里面。他们说的哈，可能也是哈。本来的你是罗马。对呀，他是新开的嘛，他说以前去年是的，收钱是去的。好吧。他有点像那种微少年潮，其实他就是玩的。对。他做成那个口味还是比较味道，分量多，能够接口。声音开的比较小。他网络有问题吗？他是跟踪拉错，他就是没来吃烧鸡，他以前的抖音上刷，抖音账号没刷起来，他都刚瘦腰，他瘦了，看得出来。就是你看，他不去瘦的话，也可以啊，不错。他的抖音后面账号里面我有那个视频，我就欢迎。网络有问题，到现在成2年了。我切下镜头，切一下子他就连。我穿了高跟儿去了，不是我就他们两个跳我就说。
跳舞他们都跳舞啊，原来拉错的那个，我都跳过，之前是在天天在唱。其实他们现在很久没有了，整个人生了。整个人生了，就要看点新的嘛。又有问题了。这是个没做好。戴口罩做一下。要看起来是好这激流其实起码是啊，起码是嘛，也就是起码我觉得。我觉得经济抱得抱起来，我觉得很。你要高矮差不多啊！我觉得我这种暴力话，经济暴力化起来了。那行。对。那放。只不过说他的出，他有一个店，开一个店。大家同意了啊！我刚才问你。这是你。然后我叫你写。
那就他说没有可能我他的全是视频第一期我就没去，然后你要在网上，我记不到有没有往那边吧，因为是境外那边，有境外地方那边，反正他也留言，他说你看电视吗？我说我也不晓得，我说有可能我看了的。就是。他自己的那种悠然自得的感觉。是不晓得哪看到境外大叔那边，我不是吃过那个。你俩咋的了你？杀过来，这个老师还做翻译的，好像是我没杀过，反正去了每次两个一起去。以前是一个单片看。这个亮。这儿跟远了不成对，再来说话。这儿是哦，我知道，就是在上这些天的年轻人是吧？这边叫全世界纪录。这拍些视频，不然的话，缺点东西小楼同事。豆腐筋儿。所以最后也成都人中国队太多了，越来越多。这是啥鱼啊？海鱼，啥是少？这干嘛？这个位置我转了。手嘛。就是新的，知道，15星跟从我这里经过的。啊，这个，好，好吃的。他跟我说了嘛，他后面不说。
教那个的吗？这就是教这个，是专门教民族舞嘛。手段的真离谱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们的叫，新疆话、维吾尔自治啊，啥都叫。啥我都记不住。湖南。现在上学，也上学的，都教过好多年了。在绵阳、常州湖南、长沙，就是外地的多的很，基本上都是外面上海、你现在传授的别的有，现在传授的对呀，我没兴趣。对啊，对。我是没兴趣的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早就那个了。像我们那个拍摄的话，一般都是以前的话，拍摄是很少，就是拍的那个是碟子的。啊，对，以前那个 VCD， 以前那种，以前的那种。哦，对。对，以前我们都是拍的是那个。现在都是网络那个直接你在抖音上或者是小视频上搜就完了。这个没有，它不是那个。这个都是以前的信息，这个我软件出问题了，这才行。这个信息它的软件出问题了，只能直播了，现在聊天都用不了。这个软件要赶紧升级续费，一年要149美元，这1000美元不能买。你直播用一下就可以。还有国外的。知道哪里去了？啊，对。以前我去的。我什么都去了。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都第一次来这里，我都不小心他的眼角，我一直想跟他说对不起。是。他今天不是开会吗？今天阿爸都开会了。对。他的小姨子。对。17来了吗？17已经现在才来呢。我当时刚来嘛，啥都不知道，我们几个说去打他的那个眼镜不要到外面去了。哦，对。那个影响我真是，我现在还是难受。男的才需要那么瘦。不是，男的可以让我看，我是男的。因为我们是朋友嘛。啊。小镇同学现在他是老师嘛，然后学生教了很多地方的，教了好多学生。小镇没问他真名哦，他自己有他的名字来的。他们也是同学嘛，他们也是在读书啊。他是编舞啊，什么都会啊。好多舞蹈，有些音乐都从他手上经过出来的。然后之前那首歌都是他传不出来的。
点晚了，10点半了，10点40，我走了。11点了。终于走了，11点了。最后一曲。跳完这个走吧。你跳好。希尔今天跳了，因为这一曲他跳的。不就是中方萝卜的涨价而已。今天我刚刚吃完了那个中方萝卜的那个音乐，这个声音，这声音。2023年的新歌，我觉得不怎么好听，没有这些经典。那边去。真的太难看了，真的太难看了。
了，好，拜拜，明天见。不行了，不跳了，11点了，11点了，我就喊车了，要叫个车。拜拜。哦，你那儿说就可以，然后我这边没有。11点了，我要下线了，我要叫车，我要叫车，要么打出租车。因为我装备这个车。你的包包吗？没有。这个包包是老师那个，不是北的，不是北边背包的，来嘛。那你包包？啊？来说的。哎，搞啊！